多，你怎么又一个人忙啊？我来帮你。好，这个是太子的衣服，你小心点，别弄坏了。哦，4个吉祥物，小十一的在灯上，赵晨义的在正纸上，太子的说不定会在衣服上。轻一点。哎，云竹，我来，你快去休息吧，都叠这么久了。小贾，干活这些都是小事，你只要平平安安，少惹是非，我就满意了。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再去任何人的宫里自作多情了。切，你是不是又在某人那儿吃什么亏了？找到了，不会是太子的一双袜子，瞧你稀罕的。太好了，太子的这个找到了，那就只剩下二皇子的那个了。什么？二皇子什么呀？没有，这是二皇子的衣服吧？来，交给我。哦，对了，云竹，明天我带你去樱花宫吧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没去过嘛，想去见见世面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这路到底在哪儿呢？二殿下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奴婢是4日司派过来给您送衣服的。你走错房间了。难道像太子殿下一样，路是在衣服上？哦，是奴婢一时糊涂走错了房间，还请二殿下宽恕。东西放下就出去吧。出去？就这么出去，我怎么找到我的图案呢？弄他一身茶水，就不信他不换衣服。哎呀！对不起。干什么？毛手毛脚的，谁把你派过来的？奴婢是中暑了，头晕没站稳，冲撞了二殿下，还请二殿下恕罪。咦，是鹿，居然在靴子上！哎呀，二殿下靴子也是了，快我给你擦擦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你又干什么？想挨板子吗？剧情碎片收集完成，瓦兹使团的比武大会解锁成功，惊不惊喜？1比8。奴婢刚刚一时莽撞，还请二殿下宽恕。二殿下仁慈，一定不会怪罪奴婢的。那奴婢先告退了。站住！二殿下还有何吩咐啊？谁让你走了？你把这儿全部给我收拾了，全部给我重洗。哎呦，把这堆衣服给忘了。拿去。还有这件也脏了，给我拿回去洗了。你看什么？没有，什么都没看。我告诉你，下一次你要是再这么冒失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殿下教育的是，奴婢这就告退。虽然目的达到了，但是又多了好多工作呀。哪儿来的这么没规矩？殿下，殿下，怎么样？取过来了3七粉，给。不用给我。哎，不是殿下您说要服用3七粉的吗？说最近公务繁忙，需要补身体，让我快取来。对，但是我突觉身体健康，充满活力，不需要了。啊？那我扔了。哎，别扔啊！3七粉，外敷止血去瘀。外敷止血去瘀。哦，想我之前不懂，现在懂了。懂了还不快去？让我关心你。是。得嘞，您2位祖宗教姐，净折腾我了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止血化瘀。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明显是有事儿。哎呀，这天色也晚了，你说吧，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不用。哎，别动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还好，皮外伤，没伤到筋骨，回去呢休养几天就好了。哎，刚好我这儿有3七粉，我的伤呢好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就给你用吧。姑娘，可真是个好人。你别哭啊！对了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樱花宫的小顺子。樱花宫？这件也脏了，给我拿回去洗了。给二皇子当差可真惨。多谢姑娘今日相助，他日姑娘若有需求的话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好说，回去赶紧涂药吧。到底怎么样才能获得参赛资格？这个禽兽3番2次的坑我。小贾，你又在念叨什么？哎呀，没什么。我想问一下你啊，你知道瓦兹比武大会这件事吗？当然了，这个比赛是我们各位皇子对战瓦兹使团来的各位勇士，可是扬我国威的大好时机。可惜没有办法去现场看。为什么？咱们这种身份怎么有资格去现场啊？到时候啊，也就是各位皇子身边伺候的人可以跟随去现场看一看。哎，那所有皇子都去吗？我印象里太子殿下是身体欠安，应该不会去了。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。这种比赛一向是二皇子的强项，要是能亲眼见见他比武时的英姿就好了。哇哦！哎呦，殿下，您这神剑百发百中，厉害啊！你天天就会拍马屁。父皇这次钦点我参加比武大会，实际上是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殿下，您为何不言明？这流石本是礼部为迎接瓦兹使者燃放烟火之用，是11殿下顽皮趁您不备偷偷顺走的。11年纪尚小，他根本就没那个本事。我知道他们2人在研制新物，不会恶意使用，所以我才任由他。说到底，是我保管不当，失职了。让你查的是。看来他今天心情还不错。下去吧。是。 4殿下。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那我来的正好啊，你直说吧，你是不是在夸我？夸你？我想想啊，夸你什么呢？上次你送我那根毛笔很别致，多谢了。哎呀，果然男人不开心也是要送礼物哄的吧？什么？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了？啊，我，哎呀，原来殿下不仅擅长诗书礼乐，连弓箭之术也如此厉害，小女子真的是仰慕之极呀。这个还挺好玩儿。这是弓箭吧？这个怎么用啊？这样子？
丫头，啊，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招，我看得出来。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殿下，你能不能带我去比武大会？你刚刚躲过一劫，你是觉得自己最近惹的乱子不够多吗？虽然我确实是生了那么一点点枝节，但我都不是故意的，那个都是意外。你仔细想想，是否与人有过节，但自己又不知？哎呀，我一个小小的宫女，怎么会跟别人有过节呢？我就不过是遇到了宫殿起火，被嬷嬷罚跑了整个皇宫，作妖灶翻车了而已，又不小心连累了11殿下，对不起嘛。文渊阁那场大火起得不明不白，我偏偏莫名其妙出现在那个地方，硫磺爆炸事件大有可能是冲我来的。这丫头应该是被我牵连了吧？你也别这么不干不脆的，你就说吧，能不能带我去比武大会？不能。比武大会，刀剑无眼。你去干什么？我殿下，殿下不是要与杏儿同去比武大会吗？需要杏儿提前准备什么吗？好你个甘蔗丝！我大爷有一个新业务，让你在这个寒茶宫里头找一个人，手上有个伤疤。难道徐有正要找的人是他？你自己玩吧，我44还有事，告辞。